客家菜色内面一定要有鸡肉，伫咧选材甲料理面顶拢非常讲究。饲到足岁才刣的土鸡啊，无论是水煮、熬盐，也是煮汤，Q 甜拍实的肉质，互人印象深刻。店内的招牌黄金芥仔酱放山鸡，是来到这一定爱点的美味佳肴。上悬的记录，一天会当热卖将近30只。土鸡的话，你煮的话，你就是要水要开，它跟那个猪肉的料理一样啊，就是葱、老姜绝对少不了，啊，放一瓶酒下去，给它去腥，因为你肉质的东西你一定要给它去腥。你一开始滚了以后，你一定要用手去抓那个头，这是老祖母传下来的。为着要让鸡肉好食。陈秀菊遵照阿嬷传授的功法，敢若鸡肉就一定爱杀3解，安尼才会当将鸡肉内面的血水洗好清气，食起来才袂有臭臭味。而且一定爱选用凤山土鸡，因为凤仔鸡的肉质比较较拍实，阁有一个 Q 地的部位。这出菜要好食的撇步，也阁有一道真重要的功法。鸡肉杀好起鼎了后，炭烧抹上米酒甲盐调和的调味料，安尼就会当让鸡肉更加充分的入味。伫咧陈秀菊的观念内底，只要食材新鲜，简单的调味就会当食出食物的鲜甜，嘛较符合现代人的养生观念。虎老姑娘陈秀菊。23岁嫁来到客家庄，传统大家庭内面的大汉新妇爱担起厝内的事务。迄个年代天还未光，就爱起床用大灶煮饭。毋捌入过厨房的陈秀菊，为剁一只鸡开始学起，对翁婿阿嬷身上学到一出一出的传统客家菜，经过伊的改良，一项一项呈现伫人客面前。我很有福气啦，碰到我的老祖母，就是我先生的祖母，她烧了一手好菜。那老祖母在做，我就在看。然后最重要就是她的爱干净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也影响了我很深。然后那时候是我离婚了，那就是因为找不到工作嘛，那我也是碰了一辈子灰。后来在一个偶尔的机缘下，那我就刚好看到现在的这一家店。那我是不是应该为自己开辟一条我自己新的道路呢？我就是怀着感恩的心，我感恩我的丈夫，他放手，才有今天的我。照着伫客家大家庭内面慢慢练出来的好手艺，陈秀菊继承的唔那是阿嬷的料理精髓，也阁有爱甲温暖。客家菜内面除了芥仔酱凤山鸡，一定爱点的，就是这出咸菜干扣肉。陈秀菊同款遵照老阿嬷传落来的古法料理，每一步拢袂使失甲差。我们酸菜，我塞到8分满的时候，我是把它塞到我们的桶子里面，它是密封式的。密封式的话，它就会挤压，挤压的时候，它的这个叶片拿梗，你一定要把它撑开来。撑开它才有办法干。你如果没有晒到全干，然后你又把它封到瓮里面去，它会发霉。客家人真爱用生的方式来保存蔬菜，嘛是一种勤俭精神的展现。挂菜作为腌制的食材，相当适合。挂菜经过腌制了后，就变做酸菜。刷来利用日晒来转变风味。拍到半大的是福菜，拍到完全打扫无水分的是咸菜干。虽然这拢是对挂菜延伸出来，但是每一种菜拢有无同款的特性，适合料理的方式嘛无同款。亲像咸菜干，摕来掺伫肉类的料理，会当添加甜味甲香气。甲客家料理内面上出名的，就是咸菜干扣肉。虽然讲咸菜干扣肉的灵魂是咸菜干，但是肉类的选择嘛袂当凊彩。这猪肉都是温体猪，早上现杀的。我要求的就是一定要3层肉。
将杀好的山珍肉先落鼎油煎至定型，再来放一寡红壳、冰糖等等的调味料，卤2点钟。在咧卤的过程当中，爱搁另外起鼎炒咸菜干，最后将炒出香气的咸菜干铺伫咧烤肉面顶。规出菜爱搁塞入去吹，互咸菜干的香气锁伫咧烤肉内面。来到客家庄，要食客家菜，这几项一定爱先点。一般人吼，若讲到客家菜吼，第一个一定想到这个叫做梅干扣肉吼，梅干扣肉就是咱的这咸菜干啦吼。啊，这个就是头家娘特别做甲人无共款，这用一寡迄个红姜吼落去料理吼，哦，迄食起来一定是无共款。这咸菜干是头家娘家己拍的，食起来袂伤咸，袂死咸，搁一个花甘的味。有的咸菜干做了无好的，臭噗，哎呀，有的较死咸。但是伊即间的哦，真正功夫足好的。过来讲这鸡肉哦，这头家娘料理方式无共，所以讲伊的鸡食起来哦，袂过伤油，但是伊的皮佫有够脆，佫有够 Q。迄鸡肉的香味都有够重，哦，干那安尼就好食，佮问这如何食？哦，头家娘，那好食啦！哎，哦，来，这边你要加一个，我加一味哦。对，这鱼煲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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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咸椒啊，咸椒啊，你白骨料。啊，你这间做偌久啊？做22年啊咧。22年哦。今年就22年。哇！你安怎开始做这间店？我就结婚啊，嫁到客人啊庄啊。哦。客人啊庄啊。你算外位嫁来食的？对啦，我河洛人啊。哦，所以讲你就嫁过来了，开始学人家的料理功夫啊。对。啊，跟我阿嬷学的啦。哦，了解。啊，我的理念是讲吼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对，哎，啊，你迄咸菜哪会较好食啊？迄做汤吼，你看迄佫袂伤咸，哦，啊，佫有酸味、甜味嘛有嘿。对。啊，佫加迄个咱这个土猪肉安尼吼，甲这猪肉，安尼迄个猪肉迄个有完美无？我差不多完美的搭配。我差不多啉第5碗。爱有食饱。够好啉的，真的。看恁食，我就足欢喜啊。哦，真的有够赞。我甲伊啉这汤，我会使啉规工，真的。对啊。这是拢你写的字哦。毛笔是我家己写的。哦，我另外有练字的。内容啊，内容嘛是。唔是啦。是你编的哦。唔是啦。唔是哦。来，内容哦是喺大陆的顺口溜。哦，但是你甲写起来，等于要甲大家提起就对啊。趣味啊。趣味啦哈。提起恁查甫人，啊无啦唔是啦。一定爱，查甫人一定爱常常甲提起吼。博君一笑。来食饱饱，博君一笑安尼吼。咱哪食饭，咱就哪看，啊微微啊笑。当初刚开业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，我要如何成功。一个女人，你没有背景，没有钱，你要怎么去做？第一个最重要，你先找出你的兴趣在哪里。你一定要相信，行行出状元。既然做了，你要把它做到最好。你那个信念很重要，自信。找到兴趣以后，你就朝着人生的目标去前进。陈秀菊用组团落来的滋味，甲诚信实在的态度，挡过几多年的亏损，嘛成就了这一出经典的料理。这是老阿嬷的智慧，嘛是苦后回甘的人生滋味。